本季由不差钱的一米学历一米书院赞助播出。学历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很多单身美貌的女大学生，嘿嘿。本集还有优拍视觉拍摄制作。甲方虐我千百遍，我把甲方当初恋。萧山本地方言大讲堂，萧山非官方唯一指定方言教材。哎，是吧？这个带鱼多少一斤60的？60块钱一斤啊，有点贵啊。还好吧？那我再看看吧。说个当哪个妈妈？这个这个，那你说来个2斤，来个2斤，来2斤。小伙子，买菜还是要学点潇洒，30一斤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萧山方言大讲堂，我是你们的朱老师。首先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大家平常有自己去菜市场买菜吗？没有。有，老师，我经常去买菜的。那你认识这个什么字吗？这个我知道，虾。错了啊，这个字呢念吼，吼，吼吼，吼，吼吼，吼，哦吼，吼，明吼，明吼，对吼，背吼，好，很好啊。那这个字你们认识吗？哈哈这个字呢念哈，哈哈哈哈哈撒哈撒哈青哈青哈梭子哈梭子哈啊，这个字读两斤金八丁。包丁好，那这个字你们认识吗？鸭啊，这个字读啊，啊用啊，有啊养啊，鸭啊牙啊，鸭啊很好啊。那这个字你们总认识吧？这个字念虐，虐，子虐，子虐屌虐，屌虐言子虐。言子虐好，大家再跟我读一遍啊。吼，吼哈，哈啊，啊虐，虐大家都会了吗？会了那就跟我去菜场体验一下。新鲜的货的，好的，哎，老板，你看看，妈，之后来了妈妈这个货90块一斤， ，90块一斤啊。我是猪肉噻，不去的啊，俺个屋里过来买新鲜的，跟这青哈那个嘛，搿到底是青。行啊，办60块呢，搿这，哎，道具，搿这按来妈妈，搿这按。这俺屋里是一样的啊，4块一斤，搿我5块钱买好的，5块钱那个可以。 5块呢，5块是2块一斤，哦，谁都举手跟那个，那你光我看，哎，把希望的你，光多少一斤？ 10块一斤，我西面的光。行了，那5块你再吃好的。好，老板先分享。我这个上衣啊。你再放6块钱。想要跟朱老师学习更多萧山方言，请微信搜索“萧山微生活”并添加关注哦。哎，先生你好，哎，方便给我做个采访吗？今天教你用萧山话念一个词汇，你看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你知道这个念什么吗？虾。对，那你知道这种萧山话怎么念吗？不知道。吼，对，吼。这不螃蟹吗？对，那你知道萧山话念什么的吗？不知道。哈。哦哈。然后怎么？对，念一下。那你知道萧山话怎么念吗？这怎么念？你可以跟我念吗？我不知道。肉。对，那你知道萧山话怎么念？跟我念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女。OK。喝。哈。喝。